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4房班嘅方星流。今日我要講嘅故事係歷險谷。朗朗呢就同小朋友喺遊樂園玩捉伊人喎。突然呢邊有一個閃閃發光嘅大寶藏，朗朗好奇咁跑過去，一個唔小心就跌親，佢爬咗起嚟，繼續向寶箱嘅方向前進。不知不覺喺一個充滿煙霧嘅地方嘅山谷裏面迷咗路啦。朗朗嚎啕大哭，不斷高聲呼叫，可惜山谷裏面四野無人。佢忍住痛楚，慢慢步移到寶箱裏面。寶箱突然打開，裏面收埋住一粒閃銳嘅星星，上面刻住忍耐2個字。旁邊有一卷發黃嘅地圖，打開一睇，地圖上面寫住只要集齊4粒星星就可以離開山谷。前路仍然被煙霧所冚住，但係朗朗唔再害怕，並決定繼續前進喺呢個山谷裏面探險。朗朗睇到遠處有一個好粗嘅大樹，樹上面有一個閃閃發光嘅大寶藏，無論朗朗點樣發力，都仍然唔可以將寶藏攞落嚟。就喺呢個時候，長頸鹿叔叔路過，佢喺度食緊嘢。朗朗走上前請求長頸鹿叔叔幫手，長頸鹿叔叔答應咗佢，之後呢，就俾朗朗騎佢，佢哋不費吹灰之力就將寶藏攞咗落嚟。朗朗向長頸鹿叔叔道謝，然後打開寶藏，裏邊有一粒閃亮嘅星星，星星上面刻住虛心2隻字。除咗星星，寶藏裏面仲有一個正向精靈球。朗朗二話不說，就將精靈球全部都收入自己嘅背囊裏面。朗朗翻過唔少高山，氣溫越嚟越低。朗朗又肚餓又凍喎，仲要好攰添，佢氣喘如牛，雙腳無力，腦海呢就有放棄嘅念頭。又凍又餓，不如放棄啦。呢個時候，背囊裏面嘅正向精靈球突然之間彈咗出嚟喎，提醒住朗朗以正面嘅態度去應對疲倦同埋失望。朗朗冇心情思考精靈球嘅嘢，只好繼續前進。路上邊有好多布滿荊棘嘅森林，朗朗都咬緊牙關，一一跨過。朗朗攬不住森林裏面嘅荊棘，手臂俾荊棘尖銳嘅長刺捆住，鮮血淋灑，佢痛得跌坐喺地下，腦袋又呈現出放棄嘅念頭。但係諗起精靈球嘅說話，要帶住正向嘅態度去面對困難，朗朗決定再次嘗試，忍痛咁撳住雙下繼續前進。行住行住，眼前又出現咗一個新寶藏，寶藏裏面有刻住正向嘅星星同埋指南針。朗朗會心微笑，讚賞自己嘅堅持同毅力，並喺過程裏面學識咗以勇敢同埋正向嘅態度面對困難。朗朗打開書包一睇，已經集齊咗3粒星星啦，就爭1粒就可以返去好玩嘅遊樂場啦。諗到呢度，朗朗充滿力量，佢企咗起身，攞住指南針，奮力前進，尋找出口。行住行住，朗朗發現自己蕩失路啦，點樣揾都依然走唔出圍陣。佢灰心失意咁跌坐喺樹蔭下。呢個時候，佢打開背囊，望住每一粒星星，諗之前嘅路都咁辛苦捱過啦，冇理由呢家先嚟放棄啦。於是朗朗又重新企起身，決定尋找出口。
呢一次係記住自己行過嘅路，一步一步咁走出山谷。突然佢聽到孩子嘅笑聲，又有人大嗌佢嘅名，佢即刻向嗰邊嘅聲音跑，滿心歡喜咁樣迎接佢嘅朋友。冷不防地下嘅濕滑，朗朗再一次跌倒啦。佢迷迷糊糊聽到有人嗌佢個名，突然之間有人拍拍佢嘅肩膀講：我哋揾咗你好耐啦。朗朗打開隻眼，眼前全部都係佢同佢玩嘅捉迷藏嘅朋友。唔通啱啱山谷裏面發生嘅一切都係夢？朗朗即刻查看背囊裏面嘅嘢，裏面分別有忍耐星星、虛心星星、正向星星同埋歷險星星。啱啱嘅經歷肯定唔係夢。我今日嘅介紹完畢，多謝大家。